人數剩低多少？越數越有上升，數字怎預料？此刻堅守在船艙，未見的遲到的你，在別處呼叫。時間剩低多少？望到銀河上空有半的末兆，漆黑中閃耀亮光，心中的渺茫，失蹤的你尚在那一方。門關起的一剎，船升起的一剎，遙見着地殼早絕不滅，焚盡了花草，傳述碎版圖。然而留在眼眸裏，仍然有你相依的清早。門關起的一剎，離開中的一剎，遙見你求饒，要喐到月球都滾熱，此際人在半空，是太好，是真好。如何共你相逢？男兒淚沒眼的元素。處走滿滿舊的內疚，總想透，要習慣不要望向地球，來重新決定共往，用信念同裝，長遠也絕不會講，不會講都學講，便也要試過。靈魂互相結合多年時，不管魔鬼或神仙，一起走向前，牽手引弓，文明擲於月上天。門打開的一剎，陽光中的一剎，遙見你平線逐處顯現，仍有花草，無謂負這征途，來全新的領土裏，一切都要自我，反正從頭做好。門打開的一剎，神聖的這一剎，無界別群眾從最想英明眼中，你已在半空，在我中，在虛空，重逢在這蒼穹維度裏，心心相擁，從分散最終相擁，靈魂萬千都簇擁。門關起多被動，門打開身心放鬆。